位于中西区的和乐广场，原本是台南中古城配合汉路景观工田规划保留部分鸟条，改建为台南上大的亲水广场。富比士杂志经俄罗斯世界7大上私人期待公园之一。我在地阿公啦吼，我有9个孙啦吼，自从咱和乐广场开幕了后，会当讲几乎休困的时间吼，拢来这个打水仗，会当讲规个拢总是人。为了让市民朋友安心使用道路，市府持续推动路边专案，将西门路1.3公里处重新铺设，提供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。市府推动友善顶仔卡小改计划，将原本观光价格顶仔卡规划并整，让用路人通行更加安全。最近我有发觉到咱中西区的市路愈来愈顺啊吼。较早我咧送阮阿嬷的时阵吼，我都爱出去街路。出去道路做危险的，即摆唔免啦。即摆伫顶仔口就要塞啊，真稳定。阮阿嬷嘛做欢喜的。透过开办食物银行，将爱心物资点数发放，予受助者个别所需要物资资源无浪费。开办以来，服务达到7100人次。台南市美术馆开馆以来，成为众人关心焦点。志玲姐姐选定一馆举行浪漫婚礼，提高美术馆能见度。开馆第2档，参观人次突破200万，创造骄傲成绩。美术馆开幕了后，这个所在真好，会让人大家来看艺术，搁会当拍照打卡，真好。市府将顶美公园重新规划，成为中西区第一座具有特色悠久的公园，提供儿童感官统合的教育环境。丁美公园是我们中西区第一座特色公园，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指标，让家长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共享亲子欢乐时光。同时，我们也欢迎各界好朋友们一起来造访。市府开办大良生态公园，营造多样生态环境，打造多元休闲空间，更得到多项建设大奖肯定，成为国内上特色的豪华公园。市府结合企业力量，首创 AI 天9个防疫平台，成为国内首创 AI 科技防疫天9个成功案例，提升防疫效能，打造安全健康环境。庆祝关系合并19年，中西区公所甲大埔福德书合作制作《与神同行》幸福中西特色花灯，将中西区的古迹、庙宇、景点甲美食特色完整呈现。感谢有你，咱台南第一。